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12个境外病例，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对5月7日开始要开放65岁以上的老大人做公费的 AZ 疫苗。G7外长会议结束，发出公报，表达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资深媒体工作者黄伟汉的妈妈，和啉酒赛车驾驶弄死，台中地方法院今仔透早裁定驾驶羁押禁见。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2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嘛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诺富特饭店的员工去到集中检疫所才发病，无进入社区哦。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后礼拜5月7日开始，要开放国内维护国安的人员，佮有65岁以上的老大人做公费的 AZ 疫苗。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有新增13例的案例，那其中有12例是境外移入，那1例是本土的案例。诺富特防疫旅馆的员工他编列为1174号，与个案1120跟1129都有密切接触。现在是开放第1类到第6类，还有外加这第1类到第3类的一个同住家人。好，那我们现在在5月10号起，要再开放第7类跟第8类来施打5天的居家检疫。那居家检疫当然是1人1户然后加上9天的加强自主健康管理，然后加上5次的采检。短程的航班基本上它是当班往返，是没有跟当地是没有接触的，所以我们还是维持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但是要求的每7天要检验1次。华航甲诺富特饭店目前已经有29个人胃着病。诺富特饭店出代志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爱负责的？早起指挥官陈时中伫立法院是表示讲，当初诺富特饭店申请旅馆当作是防疫旅馆哦，民航局嘛指定一馆的一层楼，和华航的机组人员进行居家检疫。陈时中是表示，下晡会开会，甲相关的责任厘清。华航诺富特饭店群组确诊的人包含饭店人员、机组员甲外包商等人。即马佫传出有一般旅客甲检疫者带做会情形出现管理漏洞。到底诺富特拒检一般旅客带做会管理权责是中央也是地方？即马双方是杀来杀去。早起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伫立法院表示，下晡会邀请相关单位到庭开会。我们桃园市政府的防疫旅馆的一个检查，或是民航局机组人员的一个管理，是中央跟地方互相的甩锅。部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交通部民航局，那还有桃园市政府，那还有华航，那跟我们指挥中心一起来开会。那把相关的法规面、法制面，把它研议清楚。陈时中表示，当初诺富特饭店申请自管做防疫旅馆，一馆由民航局指定规划一个楼层做国际航空机组员的居家检疫场所，这也正是即马政绩的所在。桃园市政府可能认为一馆毋是伊的权责，虽然法规拢对咧，不过执行上可能有漏洞，所以下晡要开会调查清楚。伫即摆群组事件当中，包含1091例去清境市400人活动，1153例透早去酒吧，拢是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去人济所在。外界对即期机组员检疫天数为进前5天降做3天，可能也是这波疫情未当收束的主要原因。你如果要靠这个入境隔离这个方式来阻挡病毒进入社区的，你的隔离的时间呢，14天是比较保险的。隔离检疫的时间缩短的话，那事后的那个自主健康管理就是要落实，必须要有一个配套。观察期缩短，其实是有一个染疫的风险。陈时中强调，4月29清空诺富特三甲集中检疫所甲社区切割已经过7天，也就是第1个观察期。虽然发现零散的个案，不过伫社区内疫情并无拓开的现象。不过整体依然爱观察到5月中，将确诊对社区的影响程度。另外，华航机组员清零计划进度，目前已经有初步共识，还阁做进一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注意放射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暂时宣布讲，头家会使互员工2天无薪水的假哦。今仔有相关的工会就发表联合声明，因认为讲无薪水的注疫苗的假，对疫苗的注射率是一点仔帮助拢无，还阁不如靠半薪的病假。疫苗注射假正式上路，毋过头家用免付薪水，比病假付半薪也阁较歹，引起民怨。早起指挥官陈时中到立法院备询时回应，疫苗注射假主要是强化注新冠疫苗的意愿，也保障注疫苗人权益。又话假便由民众自由选择。请病假，因为请病假还有半薪。这次就是可以做自由的选择，但要经过相关的程序讨论才会定案。面对头家用免付薪水的证据，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台大病院企业工会、台湾护理产业工会是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即马劳工请假的规则已经有病假靠半薪的规定，指挥中心特别制定的疫苗注射假，反倒来互头家用免付薪水，甚至可能连病假拢无法度申请。很多的医院主管，他可能为了成本的考量，他就是直接要求你去打疫苗的人，你通通都是去请疫苗接种假，你为什么要去请病假？比较指挥中心发布疫苗注射假，头家用免付薪水，按过规定免靠考绩加影响全勤。另外，劳基法规定，一年之内确实无超过劳工病假天数30天，头家拢要付病假的半薪。台大病院阁较好，直接互恢复假，而且有薪水，未影响考绩。本来身体不舒服就可以请病假，雇主应该要给予。至于是不是要再衍生一个所谓的注射疫苗假，个人并没有非常赞成。护理师工会无反对疫苗注射假免薪水，不过强调，确实注射了后出现不良反应，选择请病假，头家免拒绝，也免影响考绩。劳方有权利自由选择假别。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提出国营代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条例草案，报行政院。伫后礼拜议会会来开会讨论。交通部长王国材昨个星期代替沟通，也毋过工会是真不满交通部，未先沟通就甲草案送到行政院。理事长嘛提出会议抗议，嘛发出信息要求会员全面备战。我问你啦，即摆你甲披露啦，国营公司啦。内底我负债入去啦，这间公司有法度换吗？企业工会干部抗议交通部向行政提报国营代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条例草案，决定由交通部长王国材亲身出席沟通会，气氛无甲好。工会主张应该先追究人事故，各讲公司化，要求撤回草案。会期进行差不多2点钟，并无共识。在未来的那个草案的协商上，我们是被突袭了。而我们在突袭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排除说我们要进行相关的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就是看未来行政院它的反应。你如果说有诚意，应该是要先撤回到交通部，好好的大家来谈。所有一切的行动我们都不排除它发生的可能性。意思是讲，也无排除罢工企业工会随后对员工发出快讯，表示要全面备战。根据交通部规划草案，代替加做国营公司化了后，车路分离，铁路设施场站维护由政府来负担，代替专职营运。员工权益部分，即卖公务员身份的员工保障公务员身份，劳工身份的约聘人员依照意愿转调其他事业单位，未当因为公司成立被裁员。另外，伫公司成立了后6个月内，若是自愿退休或者是离职，上悬加发7个月薪水作为慰助金。那所以已经有表达了，就是我们会持续跟工会沟通的。4月7日泰勒高事故，49人死亡。总统蔡英文已经宣示责无旁贷，唔免怀疑政府改革决心。府院主导之下，1个月内代替公司设立条例草案就出来。不过引爆员工的不满，除了企业工会以外，代替产业工会也表示，公司化是政府伫规避泰鲁阁事故的核心问题。最近会开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步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减少候选人为着选举乌白开支票，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正财政纪律法，要限制伫选举日的前90日，中央政府袂使提出新兴的计划，也是减税的补助。也毋过财政部是认为，现在的法律会使监督，若是修法来限制，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政策中断。
为防堵选举期间候选人大开政治支票承诺起非必要的公共建设，也是扩大补助浪费公家钱。共同立委陈明忠等人提案修财政纪律法，增订12条，限制选举前90天，中央政府各级机关无指明资金的来源，未当提出新兴资本计划，或者是提出减税补助，或者是调降公用事业费用。赖清德副总统当院长，那时候提出政策买票的相关的提案超过5000亿。那为了延缓下一次中央政府选举的时候，再数出这种不法的勾当，现行的法律来讲，应该就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处理。依国发会即卖规定，总经费100亿以上就属于重大公共建设，应该先制定成本分析报告，送伫院备查国发会审议，而且公布伫网站。财政部认为，依照即卖法律规定，就应监督，若修法限制特定期间未用申请计划，恐加互重大事情来中断，抑佫未当进行的疑虑。假设我没有修这个法，现在目前的政府机关，它就可以随意的，没有任何的财政来源，就提出任何不可能，因为它还是要经过成本效益分析，经过审议的程序，去规范候选人不能够提什么样的政见，这个也很荒谬。你要提太平岛挖石油，我还要提太平岛挖石油，要什么成本分析，我要什么裁员。政府每年编列将近20亿做政策宣导，国民党为防堵网军大方向，也提出修有算法62条之限，政府机关伫网络平台做宣传澄清，应该明确标示机关，并进行具体操作。副审计长李顺宝也指出，目前证明宣导无专属科目的定义，恐惊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受到打压，学校又发表公开批，呼吁中研院院长廖准智爱撤销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的中研院院士的资格。有民间团体跟民进党的立委早起是开记者会，批评张翔亲中的行为破坏校园的自治，认为中研院院士嘛应该要有退场的机制。中研院是表示，想要有任何的变动，拢必须要经过院士会议来讨论。建立除名机制，撤除中共帮凶，撤除中共帮凶。4月30日，香港大学校方发出声明，停止替学生会收会费等等的相关行政事务。为了抗议香港大学配合中共政权打压学生的自治，兵团开记者会谴责，也那是亲中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因为有中研院院士的资格是引发争议。无论将向我校方用什么的理由，这些举止都是为了防止我破坏学生会的正常运作。张翔这一类的中共政权的协力者，借着体制的漏洞混进台湾最高学术机构，已经对台湾民主体制跟他所保护的学术自由构成了各位，不只是威胁，还有侮辱。嘛是中研院大事所副研究员的吴瑞仁，一项点出张翔配合中共政权的作为，是有系统性打击校园的自主，正做校园的加害者。引起争议的，还有中国的美国籍的中研院院士陈讲，民进党立委黄云甲苏巧慧强烈呼吁中研院对院士要有退场的机制。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潜在的国安的危机。你可以授予荣誉，那是不是也应该比照其他国家，就像美国科学院啊、美国种种的这个人文学院都有退场除名的机制？包括张坤阳就用空顶顶前香港大学学生会校友发出公开批，呼吁中研院的院长廖准智要撤销张翔中研院院士的资格。中研院是以新闻稿回应，院士是终身名誉的名号。相关事务的变动要经过院士会议，照民主的定数讨论来决定。也若是院士会议会伫咧今年7月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英国伦敦举行的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初五结束，对外发表的公报内容是批评北京当局是霸凌者，表达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佮世界卫生大会，嘛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嘛是 G7 头一届公开讲到台海问题。外交部是表示感谢。中国的《环球时报》是批评讲美国结党要来对抗中国。
G7外长会议伫伦敦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公布，也公开批评中国甲罗西亚，并且指责北京当局是霸凌者，其中更加是有2点提起台湾，包括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加 WHO 甲 WHA， 包括台湾伫对抗新冠疫情的成功贡献。佮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再次表示强烈反对对任何可能升悬紧张局势、破坏区域稳定、甲国际法治特殊的单方面行动。这也是G7头一摆公开提起台海问题。首度纳入这个 G7 都是重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并且表达对于台湾的一个强劲的支持。那外交部我们表达高度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G7声明挺台，各将加强集体行动，阻止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这也是继续美日峰会联合声明，关注台海了后，再度有国际公布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学者分析，美国政府即马是积极寻求国际盟友的支持，也和国际抗中挺台定线有扩散的趋势。所以背后可能也是反映出美国还有一些美国的伙伴跟盟友们对台海形势的一个关切跟关注的程度是持续的增加当中。针对G7外长联合声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批评拜登团队是讲一套做一套，煽动美国社会甲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视。伫新疆、香港等围攻中国，比川普的政府更加超过。经过华盛顿夸大中国的挑战，结判对抗是战略损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社群媒体面册独立监督委员会初步投票通过，要继续停止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面册佮 IG 的使用。也毋过委员会嘛表示，因只是同意面册决定，也毋过面册嘛应该爱承担平台应该负的责任。美国前总统川普社群媒体面册甲 IG 账号今年1月初向无限期停权，面册公司的独立监督委员会初步投票通过，继续停权川普账号。不过也表示，因并不是代替面册做出决定，因为面册需要自行决定后续处理。Mr. Trump got removed from the platform, but they also made up a penalty that doesn't exist. So I think it's only right that we don't accept that Facebook just shirks its responsibility and pushes over to us. They have to tak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They are the platform. Now it is up to Congress to confront this egregious assault on our democracy. 今年1月初6，川普发表演说了后，伊的支持者拢伫国会山庄。这场暴动造成5人死亡，并且认为川普伫社群媒体发言煽动民众，将伊的账号无限期停权。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总统拜登希望平台会当对内容承担更较侪的责任。虽然川普支持者对这项禁令感觉受气，川普团队也推出类似部落格的网站，予伊会当尽量讲。不过有民众认为，应该对受婚言论有所限制。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hate speech and speech you hate.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ay things you hate, and you shouldn't regulate that. But then you cross all the line, and there is hate speech. Well, then you have to step in and say, okay, now do we do something about it? You know, I can say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 hate, and I have a right to say it. 除了面册川普的推特账号也向永久停权。监督委员会指出，停权决议是无限期措施，不过并不是袂当恢复。面册需要伫6个月内做出决定，不过伫后面册若讲决定恢复川普账号权限，需要定出未来审查类似事件的标准。处罚措施应该更较明确必要，而且符合比例原则。公司新闻邓伟仁编译。再来看哥伦比亚的反政府抗争示威已经第8天，虽然总统杜克已经撤回有争议的征税草案，也毋过说派出军队上街头镇压，至少造成示威民众24个人死亡，89个人失踪。伫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国会大楼头前，示威群众甲警方近距离冲突，水条管也是满天飞。这示威者受催泪甲水影响，徛袂在，因为原本抗议政府征税草案，甲后来针对当局伫医疗、教育甲安全政策，甲对警方暴力执法手段是真不满。
波哥大一个警局都被人放火。Dos o más policías que estaban adentro de la estación y ellos salieron obviamente corriendo porque pues todo empezó a ser un caos, la gente gritaba。老百姓、警察拢受伤，也有人失踪。国际社会谴责暴力，面对目前的混乱局面，哥伦比亚总统杜克承诺会开启对话空间，同时替家己政府派军队上街路镇压辩护。当局认为暴力原因之一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在波哥大等地区部署党兵。El vandalismo extremo y el terrorismo urbano que estamos observando se encuentra financiado y articulada por mafias del narcotráfico。哥伦比亚上头先爆发激烈抗争，是因为民众不满政府在疫情期间搁要推动加税。虽然这礼拜进前，总统杜特已经撤回相关的草案，不过加罗暴力一礼拜以来无断好的现象。在南美洲国家，警察暴行加经济冲击，互民众遭受不平等的态度更加普遍。这几年来，疫情重创经济之下，哥伦比亚民众听到情绪更加反感。这摆示威行动是不是在南美洲其他国家地区引起连锁效应？国际观察员正密切注意后续的发展。公司新闻黄坤玲报道。来看澳洲最近伫台北市正唱秋哦，去警察局闹事，佮放假纸，做出真侪违法的行为。警方昨嘛已经抓到放假纸的凶手咯。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今仔宣布讲，要开始扫污，要幸福市民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台北市这6年来所发生的重大非法暴力的案件呢，我们是100%侦破，所以整个治安呢，还是维护一个稳定的状况。但是我们经历过这一次这个事情之后我们认为需要更加强的力道。我向大家保证，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个团队一定会全力以赴肃清这些黑帮不法分子。陈家昌要求台北市警察局当然爱全力来扫污哦。警方嘛宣布讲，抓到以李连邦佮天道明成员组成的暴力特效集团，因专门找一寡相白佮桃园的青少年加入帮派暴力特效哦。最近集团的成员嘛拢互台北市刑台拢抓起来咯。再来看昨台中市一个透早出门运动的阿嬷，和一个啉酒赛车的查甫人弄死。这阿嬷是自称媒体工作者黄伟汉的妈妈。这个驾驶虽然验出有啉酒，也毋过一说好认。台中地方法院今仔透早，伊有串口径的可能哦，裁定甲伊羁押禁见。媒体人黄伟汉的70岁母亲5号傍暝3点外，伫咧台中市东兴路一段徛街附近，捡一台啉酒开车的车辆弄掉，虽然紧急送医，嘛是重伤不治。母亲这要到煞发生安尼的意外，黄伟汉相当的伤心。毋过做事的本市男子却好哩啉酒开车，检方认为有串证的可能，以啉酒开车做事致人于死罪，向法院声押获准。检察官调查认为，这是刑法185条之3第2项。酒驾致人于死，它的最轻本刑是3年以上，最重本刑是10年以下。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从整个调查的过程中，确实发现被告有灭证，那也经过我们调查，确实还有一些人证的部分可能会有串证之余的部分。检方表示，做事的本市男子酒测一超标，真顺的时阵强枪，车祸发生之前，甲朋友伫咧 KTV 唱歌，但是无啉酒，嘛好啉酒后开车。也佮辩称，因为做事了后紧张，才会走去便利商店买酒来啉。毋过检目前已经掌握本市男子啉酒开车的相关证据，伫车内超出敢若有毒品残渣饮料罐，也佮进一步来化验。台中警方为了遏制酒后开车，为5号暗时开始，嘛展开连续5天的扩大处理酒后开车的勤务。那昨天我们动员了所有我们各分局的警力来专案规划执行取缔酒驾的一个勤务，取缔到了这一个酒驾的一个违规行为8件。警方表示，2019年受害家当酒后开车肇事刑责，搁再加上警方无定时、无定点的处理，啉酒开车甲相关事故的数据确实有继续下降。毋过，对于一寡感觉家己无遮歹运、袂去用抓到的人来讲，遏制的作用并无大。所查到啉酒开车案件有真悬的比例，拢是累犯，会阁继续加强啉酒开车预防，降低啉酒开车事故的发生。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高雄市最近有真侪派出所拢找无所长，目前嘛无会使派定的所长名单哦。4个月前才打办过所长的甄试，最近又搁办第2届。高雄市有170个人有资格来考试，也毋过煞只有7个人来报名。办公室看公文，除了管理职、基层员警应该有的巡逻职，交一项拢无减少。叮当的工课，互派出所所长也是副所长，只要同班几乎是规时段拢提名。但高雄市最近所出现无够所长的状况。到6月份是没有问题，如果下半年人力在不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还在办理再一次的甄试。我们还是会鼓励同仁能够接受这种挑战，提高这个担任所长的意愿。市警察局表示，主要受员警退休影响，单位107年算起来，一档2梯次报考人数平均拢伫7人左右，报名人数要较少，只是3月1波的人数调动了后，后用的名单全部拢排起来，等于即马无名单，才会搁再一届发文要来招人。你在所长里面可以学得更多、更精致。个人想法不一样，有些人他觉得需不需要升，他从内勤、公奖，他慢慢累积也可以啊。除了正常生产之外，有人因为家庭的因素来请调，甚至受到当年啉酒赛车连坐下台，也是互提报无适任，嘛是市警察局无够所长的原因。以高雄市生产的时间来看，所长大约比一般的内勤紧2档来生产，不过因为业务真大，压力嘛真大，有真侪资格有符合的员警嘛无愿意参与，嘛变成是警察局得要更努力来游说当年的另外一个困难。记者王刘婷并交款个人报道。来看中坜分局查到一对违反毒品防治条例通缉犯翁仔某，其中这个姓高的查某人已经逃亡13档咯，是4假密哦。警方临检的时，佮报亲戚朋友的身份，也毋过最后嘛是互警察发现，该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警方甲这个姓高的负责人临检，毋过伊真顶前佮讲白贼，报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毋过尾也是出破，互警方逮捕。哦，你那毒品通缉通很久，通10几年了。了后，警方还佫伫咧因兜掠到因翁，也就是姓施的男性。我甲囡仔讲，交代代志，嘿啦。中坜分局表示，这对翁仔某因为毒品的案件无到案执行，叫法院通缉，毋敢住伫咧伊户口的所在，也就是台南市。这几年拢4假密，中坜的警方接到通报，初5尾仔嘛伫咧桃园的永安路掠到逃亡13年毒品的通缉犯姓高的负责人，也有伊逃亡4年的翁婿姓施的男性。逮捕过程中，这个妻子先谎报亲友的身份证辩称警方寻错人，经警方以警用行动电脑进行人脸辨识进行查处，识破其还原。这个姓施的男性被逮捕了后，要求讲希望会当去楼顶，甲做伙大的后生查某囝讲一声。了后，在警方的陪同之下，因翁仔某做伙甲4岁小时，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市传出2家工业区的附近要设一间粪扫处理场，附近的民众是真反弹。台东县环保局是表示，目前开过头1届的环评大会，也毋过审查委员将对厂商提出来的污染防治有一寡疑虑，要求爱改善，搁送环评。这间民间的废弃物处理厂传出可能会加做小型废弃物分化厂第2家工业区小废弃物发展。依照申请定数爱开说明会，虽然申请会议的场所自然文化博物馆咧征收取消，毋过居民甲民意代表200多人伫外口抗议，要表示封路长期抗争。既然第1届说明会时，你就吵咧讲，咱有要做热风炉，这点阮就感觉足奇怪。还有。正式的焚化炉可以燃烧这么多的废弃物，为什么要偏偏选一个离台东市区，而且车站、机场的中间？厂商发出书面声明表示，无要起焚化炉是要利用物理定时碎化废弃物，搁压缩做成再生燃料棒。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已经开过第1摆环评大会，厂商原本规划用鼎炉燃烧发电的项目，伫环评进程已经删除。毋过大会委员依然要求厂商改善污染防治的计划。现在厂商这边提出来是没有焚化炉这一项的，那它主要还是在那个做成固体的一个燃料啦。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可能是厂商对外说明无够清楚，引起居民疑虑。毋过，环评大会要求厂商各开说明会，对外提供详细资讯，各改善计划内容，才会开第2摆环评大会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礁前区一间做面的工厂，有网友抛相片指出讲，这间工厂是真垃圾，面粉袋内底阁有虫伫遐烧来烧去。高雄市卫生局昨到现场稽查，虽然无看到面粉内底有虫也毋过涂骹是真垃圾，阁有死活性黏伫涂骹，要求业者先暂停营业，限期改善。初六的时阵，这间做面的工厂铁门关咧，无人应。这间伫咧高雄礁前的做面厂，互网友伫咧人面前野讲，内底环境是阿里阿扎太过烂落，规个地都死了了，面粉内底还阁有虫。实际去现场边仔的水沟啊，还阁会当看到鸟鼠啊走来走去。毋过遐个厝边是替业者讲话，讲业者拢有定期请人来消毒。内底拢用个足清气，请安尼固定一个月个消毒，环境消毒诶。员工认识点个头就下班了，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厂房里面参观他们的工厂环境或什么这样。高雄市卫生局初五去现场稽查，虽然稽查的情形甲网友讲的无啥共款，不过确实制作的过程甲环境的卫生拢有问题，要求业者都要停工改善。第一个，地板污秽有粘到大量的苍蝇；第二个，在整个制面的成型机这一部分呢，还有这个把它吹冷的这个散热机这个部分呢，有呈现比较脏污的状况。卫生局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要求业者5月初10进前，爱改善做面的过程缺失的问题，其他环境卫生疏失的部分，爱伫5月26进前改善，而且做复查。到时若无改善，依法会当处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按说要伫市区中庆市场边的空地搁起一个市场也毋过有民众质疑讲，这已经搁有市场咯，也毋过县政府是强调讲，新起的是商场，毋是传统的市场。也毋过一寡店家甲民众就讲，生意都要歹做啊，不管是要起市场还是商场，实在是拢无必要。一个听到县府要伫咧中庆市场的当边，获得大的土地，搁起一个市场，摆当的反也是拢真反对。尤其是经过疫情了后，大家生意拢真歹，这个县府的政策会影响到大家的收入。会抢我们这边的生意啊，那我们摊贩怎么办？饿死了。市场也没什么人啊，都盖这么多市场，后来会变蚊子馆了。县府强调讲，这块1.9公顷的土地是民国102年的时阵甲国产署买的，这个是要以商场的模式去做可行性的评估甲规划，会甲边仔的传统市场无共款。比如说大型的卖场，或者是夜市，也是市场用地许可的范围。当然，传统的市场也可以，但是我们不会去跟重庆市场做重复。民意代表讲，就算要起大型的卖场，伫离中庆市场无甲20公尺的所在起，有资源中和浪费的疑虑。若是县府有其他用途，会当直接讲明。它旁边有一个绿色园区，里面还有一个附设旅馆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强烈的质疑，它是假借要盖市场，实质上它是要盖餐厅跟饭店。县府强调讲，获得大的开发案目前还未定案，不过这个地点伫日出乡下大道边仔，阁有东大门的夜市啊，所以大方向来讲，应该是观光的用途。若这个案会根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用 BOT 的模式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蚵仔本地会当出到6月底也毋过今年因为可花糖济，蚵仔是死真济，收成真歹，都有农民规气休困无要饲啊。因为减收4成以上所以市场蚵仔的计数嘛是起袂少。蚵仔农无用咧收成，蚵仔嘛一批一批为沿海再转去蚵仔寮。不过今年收成普遍无好，而且就发现真侪蚵仔拢死去。原本认为可能是一时的代志，不过到目前拢无改善，收成甲进前是差真济，而且无比减论话，受到可花影响，蚵仔农认为咸度变悬，地属虫害嘛变严重。咸就是蚵仔袂大，第一点袂大，第二到迄个慢慢大，慢慢生长起来吼。到迄个成长迄大面的期间，伊就死。规罐蚵仔真侪拢是空壳，虽然水试所等等的研究单位拢来摕样品登去分析，不过真正造成蚵仔死亡，也是变空壳的原因，可能甲可花地属虫害变侪有关系。台南蚵仔的减产嘛，随反映到市场的计数，目前已经起大约3成。正常蚵价拢差不多130，起到差不多拢起到200。是889。另外就是讲在检体的部分我们当然有送到那个加速疾病那个试验所那边去做检验检验他们报告出来是说那个牡蛎的外壳那个石灰虫较侪，石灰虫较侪，里面的菌有比较多当然也有研判是说
有可能就是因为今年较无雨水。也若封囤伫海沙堡的蚵仔病，因为也未发包予厂商来回收，一大堆蚵壳啊，影响着景观，嘛予民众真反感。饲蚵仔靠天食饭，台南的蚵仔农，怨叹今年无趁阁加了本，只会当仰望明年风调雨顺，有好的收成。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真爱去南屿畅水哦，去年就有16万人去南屿佚佗，因为大部分拢会说坐机车也是奥多摆哦，嘛传出讲有游客车祸过身哦，弄死人的车阁是无牌车，受害家属4架去定情。交通部是表示，会伫南屿来成立一个稽查小组来查无牌车，希望避免事故搁再发生。牌仔顶悬会当真清楚看到无车牌的车，伫南屿的大路会来来去去。南屿是旅游甲畅水味的景点，去年旅游的人次超过16万。不过有游客去年甲当地经营畅水味的业者的货车发生车祸，不幸来死亡。这个起诉的车辆都是无车牌的车，家属4架走撞定情，却拢无人甲因斗相共。警方捌以南屿特殊的人文风俗为理由，讲执法有困难来下提责任。政府常年不彻底执法，放任当地大量使用无牌报废车，对我们家属来说，政府等同于此事件的帮凶。警察机关在执行上没有落实去执行，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也积极在督导台东县警察局。家属不满政府提来提去，警方前到搭拢无就有在无车牌车起诉失职的代志来回失的。根据警政署的统计，2018年到今年3月份，南屿警方3年多以来，敢若处理47件。伫南屿无车牌汽车甲机车是占要到6成，真做当地的眉目单。而且无车牌的车大部分拢是报废的车。交通部答应讲，会伫南屿成立稽查小组来加强查核。警政署嘛指定台东县警察局启动专案来执法。会车的这样一个合作厂商，只要它累积到一个量，警政单位没入的这一个区块，我们大概就协助来运回到本岛。在报废厂里面有流出的，我们也有相关的处分规定，最严重的可以测证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目前运作的状况都相当的良好。针对警方处理没收的无车牌的车，公路总局表示会分担运费，协助甲这的车再转来本岛消费。另外，交通部嘛为源头来把关，甲航港局也有海巡单位来合作，阻挡无车牌的车入去南屿。若是查到车辆为报废的车厂流出去，上当会当撤销业者的执照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学生啊，营养午餐爱安怎才健康咧？民间团体参考日本佮韩国，制定咱国内头一部民间版的学校供餐法，要来保障学生囡仔正的权利。家长、营养师佮营养午餐的业者做伙徛出来，希望政府重视哦。嘛，呼吁朝野立委会使同齐来讨论，赶紧来完成立法。推动学校供餐法。家长、营养师甲团膳业者等等的民间团体，共同要推动学校供餐法的专法，具体规划中小学营养午餐的专业人力、实在供应，也有财务制度，来保障学生食的权利。能吃饭大概5分钟吧。分开来是好的食物，可是它放在一起的时候，甚至汤跟菜根本都是粘在一起的时候，它根本没办法好好的去享受。它相对应的是40班才1位营养师，他光是要把他学校1000多个孩子的这个餐点，参附近的国家日本甲韩国来相比，学生的中昼顿拢是用盘仔分隔底好好势。台湾的学生是全部拢放咧一个碗里，菜色肉还有饭的量是真歹准则。根据统计，台湾的国中甲小学，敢若有17%的学校有营养师。民间团体共同要推动头一波民间版学校供餐法的专法，呼吁政府都要重视，而且要赶紧完成立法。如果我们连一个中央层级的法源都没有的话，现在1国22制，每次到地方的选举的时候，学校午餐就变成一个政治人物开支票撒钱。民间版学校供餐法要扩大学校的范围，推展食食的教育，而且以有春秋供餐的方式，嘛袂受到区域的限制。另外，营养师甲导致等等专业的人力嘛要保护牢，实在的来源也有成本都要公开透明。相关的补助嘛会当就地方的情形来做分配，保障弱势学生。上重要的是设立专职单位，加强监督的力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少子化问题严重，为了要鼓励生育哦，行政议会今仔通过相关补贴的办法，除了要增加免费产检补助，上侪14届，产检假嘛对5天变做是7天哦，嘛要来扩大不孕症治疗的补助范围。我们要向
天下伟大的母亲们深致敬意，同时表示感谢。 同时也要展示国家的态度，拿出办法来。以前我们都只讲0到6岁，现在我们是0之前也要来。县里中低收入家庭，改为任何家庭都可以。行政院强调讲，不应尽的补助会来放任限制，本地只有中低收入户，即马嘛会使来补助一般的家庭。3减假嘛对现在5天增加变做7天，嘛开放父母会使伫同一个时间来请育婴假。 行政长萧真昌今仔嘛表示，育婴留一个薪水补贴，政府要来补助2成，未来修法了后现在半当补助6成的薪水，未来就会使来补助8成。不过，昨嘛有妇女团体是指出，除了薪水的补助，现在有袂少的公司对请育婴假的员工是真无友善哦。妇女团体嘛希望政府爱整体来检讨。 母亲节进前，妇女权益甲相关团体召开记者会指出，即马请育婴假的留职停薪津贴制度真需要改革。目前的津贴是以劳保投保薪资的6成落去算，不过工会团体指出，投保的上限敢若45800，而且有真侪公司会抵保薪资，实际领到的数字敢若是咧处罚请育婴假的人。因希望标准就要提悬，会当领实际薪资的9成。 会造成你实质上在育婴期间获得的薪资恐怕不到原来的4成。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在家庭经济跟养育小孩中间做一选择。这样的情况底下，家长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薪水低的人去请，薪水低的在台湾的现行的状况就是女性。 妇权团体指出，男女之间的薪资有落差，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不过现行的政策是把这个问题搁再扩大，除了津贴的问题，要申请津贴的制度嘛是一个问题。以目前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它有几个大问题，就是第一个大问题是它一次请的时候必须要是6个月，这个挑战是我要衡量我离开6个月之后再回职场，我会不会在职务上的被评价为比较不好。开记者会的团体呼吁，会使改以1工作单位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安尼家长嘛较有法度应付亲像过去因为当病毒、临时停课等等的突发状况。调整津贴需要的钱，建议由国家来负担，会使考虑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解决财源的问题。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卫生福利部第108年的统计显示，讲高血压引起的相关疾病造成死亡，第10大死因各占3名嘛造成38000个人死亡。国民健康署是呼吁讲，有高血压的民众一定爱食量血压，嘛要注意家己的健康状况。整体化饮食、摄取伤侪盐分甲酒类，也有欠适当的运动等生活模式，较会致使高血压产生。根据死因统计资料，高血压所造成的心脏、脑血管甲高血压性疾病，伫10大死因中占3名，影响未小。高血压这个疾病其实造成我们10大死因里面，大概超过2成以上的死因哈，3成的人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国健署调查，18岁以上民众的高血压盛行率超过26%。整体来看，高血压的盛行率会因为年纪增长渐渐提升，而且20岁以上的民众有3成唔知影家己有高血压。高血压本身的恐怖就是它是一个没有症状的疾病，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病人本身血压很高，但是他因为觉得目前生活如常，所以并没有感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血压测量的一些方法学上的问题，家庭中量测的一个过程，发现很多的隐藏的这些高血压，还有其他慢性病，就是722这种做法。事实上，在目前国人当中，我想在家庭式照网的制度里面是目前可以把它扩大来做这些监测。医师指出，真侪民众只有伫病院就医的时阵才顺便量血压，也毋过到病院了后较紧张，血压也会安尼升悬，降低准确性。所以爱推广伫厝量血压，连续7天，逐天起床了后，甲困进前各量1摆，每一摆测2摆，以定期量测方式做好血压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有一对台湾甲澳门的同性伴侣，伫2019年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也毋过因为其中一个毋是台湾人受到拒绝，因去拍官司来争取权益。
今仔法院是宣判讲，指出户政单位必须爱互因两个人登记结婚。也毋过判决嘛强调讲，这是个案的判定，专案会使去上诉。来自澳门的阿姑看到正港台湾人性格的手，好心情藏袂牢。这对异国同性伴侣想要结婚结袂成，即马有建立婚姻的机会，商家之路出现希望。今天当然是非常开心。那我觉得经过2年多，那终于有一个结果。那对于我们的生活上面，对我们的婚姻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为什么身为台湾人，我还是没有办法结婚？只因为我的另一半是外国人。无想要去忍受两地之苦，阿姑放弃澳门工作来台甲信基同齐创业大做伙。因认为都甲婚姻生活无啥物无共，只是2019年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却互拒绝，所以决定提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了后，初六宣判撤销户政拒绝登记的关处分。这个是我们台湾第一起直接要求户政机关必须要做跨国的同婚的登记的案件哈。那我们很高兴迎来这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合议庭以涉外法律适用法第6条反制的规定，指出应该以澳门民法来做判断准则。澳门民法的婚姻成立是以当事人相继地为要件，所以适用咱国的同婚专法，判关处分应该撤销，互两个人会当登记结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12个民间团体针对上班的9岁到15岁囡仔调查发现，讲囡仔愈依赖网络社群，会愈无自信。专家嘛呼吁讲，家长嘛应该唔通定定拢去看手机啊，爱甲手机啊藏落来，做囡仔的模范。少年囡仔进伫咧网络社群网站，要对着上时行的话题，也要找到同学之间的认同感。毋过，伫咧真实的社会，阵若碰到困难、失志的时阵，敢有法度伫咧网络找到寄托咧？平常时啊，心情无好的时阵啊，你拢安怎排解？我会耍手机啊，跳舞吧。啊，敢甲爸爸妈妈参详代志？不太会，他们是暴怒型的，比较有共鸣跟同学。根据亲子天下甲金车文教基金会统计，今年3月针对全台湾9岁到15岁的少年家做调查，回收17300多份的问卷，发现小学啊高年级以后的囡仔，讲心事的对象袂阁再先找父母，会找同学甲朋友，而且年岁愈大，就愈靠朋友甲同学。另外，逐工用2点钟伫咧网络开讲传信息的囡仔，因的情绪自我恢复的比率比较较低，较无自信。啊，那家长对囡仔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囡仔对家己的评价。你是一个就是认为孩子很不错的这个父母亲，其实这些小孩他们自我评价也比较高，父母亲跟他的感情比较好，比朋友好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孩子他在一些遇到挫折的这个复原力、忍耐力都会显得比较高。这囡仔因为情绪的困扰破病，甚至自杀，特别在咧疫情的时代，全世界的囡仔也面对爱远距离上课，情绪难免会较歹。好的人际连结、支持系统甲陪伴，对囡仔消透情绪向正面的方向来发展非常要紧。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台中市社会局最近开办全国唯一的济岁人媒人班的课程哦，头尾拢总爱20个礼拜，嘛邀请资深的媒人现场来指导。一开放报名，名额就拢抢了咯。媒人婆带新娘入厅奉茶，时大食落新娘茶，讲好话，摕出红包袋袋后。甜茶吃甜甜，每年生相思。即马毋是正经咧办喜事，这是台中市社会局伫大家所办理的济岁人媒人班，一班敢若开放50名，才拄要开始报名，一个就随满。家长辈讲，希望会当经过上课训练，未来也通替家己囡仔来讲亲情。介绍孩子认识以后，他们不愿意进一步的互动，或者说他们互动当中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不晓得该怎么样进一步去协助他们。那这个是我在这个媒人班当中最希望能够学到的课程。社会局表示，媒人班头尾拢总20礼拜加全套，唔有传统礼俗群的安排，甚至佮加入大家新妇的相处美感，邀请资深的媒人现场指导，传教男女感情、念我小撇步，也望讲通鼓舞着少年人会当较紧结婚有囝。我反而是希望倾向说，把男生带领说，你要去了解女人的需求，
女人想要什么，你懂女人，那在婚姻里面你可能就能够磨合的话会比较缩短一点。如果没有结婚，后面就没有生育，所以呢，如何能够大幅度的来提升这个结婚的对数哈？那这当然要彼此相知、相识、相恋、相爱，还要能够彼此相处。这几年来，台湾的结婚人口新出事比例一直落低，社会局想出奇招，开办甲济伙人做媒人讲亲情，除了希望解决现代人囝少少的问题，鼓舞少年人结婚。另外一方面，也鼓励时代活甲老、学甲老，踏出门加减学，好食老的生活会当愈活愈精彩。记者综合报道。云林麦寮高中有一个高三学生林成伟哦，伊自细汉就对真侪汤拖拢真有兴趣，学校老师嘛邀请伊做伙饲芳哦。接要高中毕业，伊就已经有一个家己的饲芳场，嘛开始生产芳蜜咯。眼神看起来足认真，摕到饲芳箱，伫的是饲芳人的帽仔，但是是穿高中制服。伊是林成伟，伊今年拄啊考到大学，但是伊已经有一个饲芳场，伫咧卖芳蜜做头家。会开始饲芳，是因为老师发现伊对汤拖有兴趣。我是国中3年级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天生物老师就来问我说：“你对蜜蜂有没有养殖有兴趣？”然后我就刚好对生物、昆虫这一类的养殖有兴趣。然后回去就跟家人协商，然后自己的思考，上网研究之后，就来找生物老师拿了几箱蜜蜂回去养。两个人都合同款，老师开社团，互相交流汤拖的知识。伫咧饲芳的过程内底，拄到袂晓的，就对网络找答案，将芳对一箱饲到即马愈来愈侪箱。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啊，但是现在网络资讯很发达，你只要有问题 po 文上去，他们都会回答你。开始会养之后，蜜蜂就1箱变2箱，慢慢越来越多，多到后来想说，看有没有学生有兴趣，我就分一些给他养。为一箱开始饲，慢慢开始愈饲愈有兴趣。为社团课程当中，老师带领林成伟为一箱开始愈饲愈多，真做会当修行的饲芳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因为技术 不太纯熟，也差点灭族过。然后后来就老师的经验传授跟自己的研究，技术也可以了，然后就数量慢慢增加，然后也有开始慢慢的采蜜，然后自己也有一些 小小的赚钱的小管道这样子。林成伟讲，拄啊开始饲芳有足侪困难，但是因为老师的教导、兴趣变做事业，会当摕来趁钱，也互家己增加成就感甲自信。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蒋渭水创立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台北市文化局甲文策院做伙伫台北市的大潮埕，由蒋渭水的干仔孙来演蒋渭水，用4D 的技术来向参观的民众讲蒋渭水的生命故事，嘛用科技来向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表达敬意。看起来我做了一件大事哦，因为定出力，所以我定称呼我的警署也是家乐为留下。画面看起来就亲像蒋渭水本人参与讲话，这是台北市文化局最近甲文策院等单位来合作，伫大潮埕渭水驛站上设展，杀出来上新的4D Views 影片，互民众体会甲历史人物互动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蒋渭水先生来这个展览的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拢总有5个点，你用平板来看的时阵，会当看到伊的影像出现。 直接甲你导览，甲你讲这段就原来就是讲我什么故事，迄段原来就是讲我什么故事。文化局请来蒋渭水先生的干仔孙扮演阿祖，民众看到立体影像，就亲像蒋渭水咧介绍伊家己。内容包括深入在安病院的初心，参与社会运动，创立日本时代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阁有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等等，互民众更加了解这位台湾文化启蒙的前辈。因组织这个文化协会，4个去做演讲，去推动讲，咱台湾有啥物款的文化？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啥物知识？有啥物思想在发生？
啊，互咱台湾的人民拢会当了解这个代志，啊，了解讲咱是台湾人。柯比辉表示，今年是文协成立100冬，渭水驛站伫去年9月底就开幕，特别选伫过去大安病院的旧地址，嘛是推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边仔，就是希望互更较侪人通了解蒋渭水的精神。21世纪的台湾人，请继续加油！再会。记者陈雅文、陈保罗、谢桂林台北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